你知唔知道，其實離婚唔只係兩個人嘅分開咁簡單，仲涉及好多法律程序同財產分配問題㗎。咩係離婚後財產分配？喺香港，離婚之後財產應該點分？唔係話你一半，我一半咁簡單。法院會根據《婚姻訴訟程序條例》第7條去考慮雙方嘅經濟狀況、對家庭嘅貢獻、實際需要，同埋有冇小朋友要照顧，再作出公平安排。婚姻訴訟程序條例第7條會考慮以下幾個重點因素：第一，雙方嘅收入同資產；第二，各自嘅責任同開支；第三，結婚年期有幾長，同之前生活水平係點；第四，子女嘅需要；第五，仲有雙方對家庭付出過啲乜，無論係金錢上定係照顧上。財產分配5大步驟，財產分配一般會跟住以下5個步驟走。第一步，確認雙方擁有咩資產，例如物業、股票、退休金等等。第二步，評估雙方需要，例如住屋、教育開支、日常生活費。第三步，睇下邊個對家庭貢獻多啲，包括經濟支援定日常照顧。第四步，睇下有冇特別原因需要唔平均分配。最後一步，法院就會作出一個公平合理嘅安排。舉個例，一對婚齡10年嘅夫婦，有一個小朋友，男方收入比較高，女方就全職照顧家庭，佢哋總資產係港幣1000萬。法庭考慮晒雙方需要、照顧責任同埋女方將來搵工能力之後，可能會作出以下分配：男方港幣400萬，女方港幣600萬，包括安排小朋友嘅住屋。所以話唔係話一定平均分，係要根據每個家庭嘅實際情況嚟衡量。喺業界鄧律師行，我哋有多年處理離婚同財產分配嘅經驗，熟悉各類複雜情況。我哋會由頭到尾，從保障客戶權益出發，提供清晰、專業、實際嘅法律建議。如果你正考慮離婚或者正面對財產糾紛，記住唔好亂嚟，一定要揾專業律師幫你爭取應得權益。業界鄧律師行，你信賴嘅法律夥伴。